大家好，歡迎收睇奶茶西多士，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阿木。今日想講下咧，AI 會唔會可以取替咧屋企入邊個姐姐幫你做家頭細務？首先想講翻點解會有呢個話題呢？係因為咧上個禮拜咧，某內地汽車品牌咧就喺佢嘅發布大會上面咧展示咗有一個咧婀娜多姿嘅人形機械人，咁啊引起大家熱烈嘅討論啦。其實咧，再早之前咧，矽谷咧都有一間公司咧發布咗一段短片，亦都係介紹一個家務機械人點樣幫你喺屋企入邊幫你做家頭細務。早兩日咧，香港咧亦都舉行咗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國際人工智能與機械人高峰會。根據報道咧，今次呢個高峰會咧雲集咗好多專家。有呢啲嚟自內地啦，有啲嚟自瑞士、德國、意大利、日本、南韓同埋香港，主要就係討論翻咧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技術產業嘅發展。喺呢個會議裏面咧，各大公司咧就展覽咗咧好多唔同款式嘅機械人啦。有啲機械人咧就識得唱生日歌，有啲就識得認人。有啲係會握手，有啲係跳舞同鞠躬，仲有個機械人咧展示咧點樣去賣爆谷。咁多機械人喺埋一齊，感覺咧就好似去咗一個未來嘅世界一樣，又好似一個咧誓師大會，向人類宣布咧機械人咧已經融入社會同家庭，呢個時代已經開始。可能咧大家喺網上面都睇到好多短片啦，關於機械人，有啲咧就跑步啊撲親啦，有啲行路啊企唔穩啦，有啲啊打拳啊打空氣啦，咁好多搞笑嘅片段。但係咧，機械人係咪真係可以咁快入到屋呢？幫到你咧摺衫啊、洗碗啊、抹地、晾衫、洗廁所，甚至乎煮飯，其實喺邊度咁快啊？我相信咧冇返3、5、7年咧都唔使諗。咧睇到嘅機械人。其實咧，仲係喺一個示範嘅階段，未去到量產。去到真係真實嘅情況，機械人要做到一般姐姐要做嘅嘢，其實係好難。其實咧，機械人入屋咧，仲有好多其他問題要考慮。首先咧，你要考慮下你屋企夠唔夠地方容納一個機械人。而家嘅機械人咧，講緊咧就係一個人咁高嘅。當然你係唔需要俾張床去瞓嘅，佢企喺度都得嘅。但係咧，你都要預留一啲空間俾佢，譬如一個衣櫃咁大嘅地方啦。平時你嘅活動空間夠唔夠啊？如果個機械人喺度做緊嘢嗰陣時候，會唔會影響咗你嘅活動空間？如果你本身咧有請開工人姐姐嘅，問題可能冇咁大，因為可能你已經留咗間房或者留咗張床俾佢瞓。至於技術方面呢，幾時先可以靈活到可以洗衫煮飯，仲可以帶埋小朋友返學去維康啊、百佳啊買嘢啊，甚至放狗啊？我諗呢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雖然你可以話機械人可以年終無憂，但係其實呢，機械人始終係機器。如果壞咗嗰陣時，或者要 upgrade 佢個 system 嗰陣時咧，你可能係要 send 翻去俾間廠先搞得掂，就好似我哋整車一樣。仲要你要肯定咧，嗰間廠係未執笠㗎，仲有運費咧。到時我唔知順豐啊、菜料啊呢啲會唔會幫到手。至於價錢方面咧，而家嘅機械人咧，普遍講緊咧，將會售價咧就係講緊20萬左右嘅。而喺美國咧，就算出租一個機械人咧，將來嘅成本大概都要499蚊美金一個月。而家每個姐姐咧都收緊你5000蚊嘅啫，所以咧買一個機械人翻嚟用咧，就等於差唔多要4年嘅姐姐嘅人工。一個機械人可唔可以玩到4年呢？你睇下而家啲電動車幾咁襟用你就知啦。
仲有個好重要嘅問題，大家要考慮嘅就係咧，如果個機械人做下嘢發癲，或者唔小心瞓低咗砸親人，咁邊個賠呢？一個機械人咧，而家講緊閒閒地咧都有1000幾百磅。如果你俾佢砸親咧，我啊相信咧唔入醫院就奇。咁如果真係咁嘅情況之下入醫院咧，保險又包唔包呢？閒閒地咁樣講下咧，已經咁多問題啦。等如果真係機械人融入咗社會咧，我相信咧，亦都會隨之而嚟咧有更多嘅問題，我哋要去處理嘅。咁當然，機械人都有佢嘅好處嘅，例如咧，機械人咧就唔會識得打斧頭，亦都唔會咧一路睇片啊、講電話啊，一路帶你嘅小朋友返學，亦都唔會咧乘機咧就同啲同鄉喺度吹水。但係咧，如果俾人老笠，我就唔敢包。講到尾咧，姐姐份工咧就應該仲係好穩陣嘅，所以咧，姐姐咧每個禮拜日或者公眾假期咧就可以繼續去旺角 happy together 啦。我就好期待咧機械人融入社會嘅時候，但係就唔知道幾時。多謝收聽呢個節目。如果你鍾意呢段片嘅，麻煩你 subscribe、share 同埋 like 啦。下次再見。